1、2、3、3、2、1啊！歡迎大家嚟到吉 Sir 嘅頻道啊！早上提神，晚上安神。2026年嘅3月3號啦，轉眼又26年啦，農曆新年過啦，今日係元宵日子啊，係咪啊？元宵佳節，唔知大家你有啲咩節目或者點呢？香港慶祝元宵嘅日子咧，好似就冇內地咁流行啦，但係咧仍然都有啲地方咧有啲節目嘅。我記得高山劇場咧就會有元宵花燈節，係咪啊？有啲猜米嘅以往，但係今年唔知有冇啦。其他地方內地就可能熱鬧啲啦，咁咧就新界亦都可能有嘅。今日咧嚟到吉 Sir 嘅頻道呢個時段咧，就應該係星期二嘅中午打後啦。原則上咧，吉 Sir 嘅頻道咧就係逢星期二有所謂真假信念篇啊，就同趙祖榮教授自從呢個所謂即係澄清一個或者敲打一個或者叫做去揭穿一個叫做什麼心靈法門的，喺澳洲類似個輪子大法嗰啲欺世盜名騙財嘅所謂民間信仰宗教啦，咁講可唔可以咁講呢？因為係喎，真係喎，真正嘅所謂佛學啊嗰啲咧，係一個哲學思想咧，就唔係好似呢啲民間信仰咁。更加如果撇上咗哲學，用民間即係怪力亂神咧，就更加貼切啦。講呢啲好啦，彈翻嚟咧，所謂一個獨一神較為先進，我嚟形容叫做嘅宗教咧，無論係猶太啊、回教即係伊斯蘭教，或者係基督宗教啦，包括天主教同埋基督教都係一神論。咁將呢個所謂創造者或者一個至大的上天咧捧出嚟又好，你嘗試認識佢又好。咁但係好多時咧，點解用捧出嚟咧？就其實唔係好多人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啦，好認識呢個真係至大者。如果唔係佢喺我哋人類歷史留下一啲嘅軌跡咧，然之後俾機會我哋認識佢咧，我哋真係好難。雖然人係萬物之靈，所謂如果大家有從吉 Sir 嘅從零嘅開始裏邊，就會留意到啦。歡迎嚟到吉 Sir 嘅頻道，早上提神，晚上安神，一切醒醒神。繼續今日咧，同趙祖榮教授咧，同大家去分享一啲睇法同內容啊。神州恩語係東方式嘅民主自由，唔知你點睇？咩叫東方式民主？東方式民主先講民生，令百姓啊，即係領導者咧，要先從百姓嘅角度去睇。咁而什麼嘅民主咧？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嘅。人民作主又好，以人民為主又好，但係領導者咧，始終咧都要有一個什麼胸襟廣闊之餘咧，亦都有責任承擔之餘咧，更重要就係作為平民百姓，我哋的確要交俾一個值得信賴嘅領導者，做一啲益民利民嘅嘢。因為好多時咧，當個個都話事咧，今天所謂的民主咧，其實就冇真正嘅民主嘅，只係咧個個人都想做王，個個人都想做話事。咁所以西方咧越嚟越，你會睇到佢嗰種所謂民主咧就越嚟越亂，背後咧都係不無原因嘅。大美麗示範咗民主如何崩塌。咁今日咧，我借啲意又俾大家去翻看歷史，或者睇近日啊。咁所以趙祖榮教授都又錄咗幾段少少內容啦，咁啊俾大家去分享啦。咁佢話説咧就講到呢個大美麗呢位董王啊，為咗剷除波斯王咧，就亦都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呢個唔使講噶啦，不嬲都係噶啦。所謂民主或者政客咧，好多時都係墮入呢一個循環啊，不斷咁董王啊最大嘅催化之下咧，今天咧大美麗嘅燈塔咧，可能真係調翻轉頭係最污穢嗰個。唔知你認同嘛？或者你點睇咧？歡迎嚟到吉 Sir 嘅頻道，繼續幫我留言點讚。
記緊幫我安埋個大冷鐘就治好啦。好啦，咁咧借住呢個機會咧，我先俾大家去睇睇呢一段內容，望一望，思考一下，想像一下，究竟今天大美麗搞邊科，搞到啲乜咧？咁咧就以至到咧，大家去了解下、睇下今日個世界其實發生緊啲咩回事咧。咁我就先用一首但願人長久同大家分享下先。何解咧？其實真係嘅，睇翻今日無論伊朗又好啦，以色列地又好啦，平民百姓咧最先就遭受禍害或者遭殃嘅就係當你嗰個無論子彈無眼飛彈，你話有眼都好啦，但係咪真係咁準咧？被攔截擊落嘅時間又會跌落啲咩地方咧？對平民百姓有啲咩傷害咧？甚或嘅就係無差別地，如果大家知道咧，伊朗咧有一所女子嘅中學嗰啲女學生咧，超過3位數字嘅離開，呢啲平民百姓離開嘅時間，對你又提醒咗啲咩咧？但願人沒變，願此生長久，每夜如星閃照，每夜常在，這夜闌靜處，獨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變，每夜長照耀。漫長夜晚星若可不休，問人怎麼卻不會永久？但願留下是光輝，像星閃照，擦下漫長夜。但願人沒變，願此生長久，每夜如星閃照，每夜常在。但願人沒變，願此生長久，每夜如星閃照，每夜常在，每夜如星閃照，每夜常在。但願人沒變啊，願此生長久。係啦，人命關天，邊啲人睇輕其他人嘅生命呢？咁你就明啊，嗰個係天使還是魔鬼呢？致命。咁咧就頭先同大家分享，但願人長久，有幾多人可以做得到，或者如何長久呢？好啊，嗱，今日咧就先俾大家望一望呢段內容先啦。就趙祖仁教授咧就已經做咗功夫噶啦，咁我就開咗個題先。歡迎嚟到吉常嘅頻道，早上提神，晚上安神。今日咧已經原則上咧，你睇翻呢個度咧就係之前咧上周咧第6週年裏邊45講真假信念篇，睇翻下。同趙祖仁教授同 MM 兄，近排咧我哋就少咗一齊即係對話直播，因為信號啦忙啦。咁啊過咗3月，嚟到3月咧睇下各樣信號咧好啲啦嚇，因為屋企咧
就唱信號唱到好犀利，因為大家匿咗喺屋企做嘢近排嗱，咁咧就唔講嗰啲閒話先。神州恩語東方式嘅民生自有就係民生啊！中國人好着重就係生活民生，咁所以咧就我諗大家就明點解我用民生，其實用即係嗰個叫做 Maslow 嗰三角都係嘅，先溫飽先講其他高質量嘅嘢。咁你連民生、連生命都冇，連溫飽都冇，你講咁高調嘅嘢，其實都係呃人嘅啫。就係借用呢樣嘢咧，去挑撥或者有啲極端分子咧，就用呢樣嘢咧，就即係同嗰個真正人嘅需求同埋需要咧出發嗰度咧，焦點錯咗。冇民生、冇生活、冇生命，仲講啲咩咧？當然，我哋為到有啲理想係需要有犧牲，但係犧牲係咪犧牲所有人，還是犧牲啲咩人啊？嗱，呢個可圈可點啊！有好多時就係我哋好多時就俾嗰啲偽嘅公義或者係偽嘅領袖咧，拱咗我哋去前邊當槍使啊嘛！大家明唔明啊？嗱，咁咧我哋翻嚟呢度啦，就民主燈塔的黃昏，上週已經講到噶啦。亞美利堅嘅燈塔咧，兩個大黨咧就搞到會呢單刀，但係咧有幾多人知道 Greater America 大美麗咧就唔係得兩個大黨嘅，仲有其他啲小黨嘅。但過去嗰啲小黨咧好多都好有理想，同埋只可以喺某啲地方可以搞到局。但點解咧？因為已經被兩黨騎劫啦。兩黨點騎劫咧？就係金錢上的騎劫，大家就明嘅啦。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嘅呢個現實。另外就係喺所謂民主燈塔之下，我哋睇到好多嘅黑暗照耀之下，咁咧就由董王咧就示範晒清楚，揭示咗出嚟俾大家睇得好多噶啦，已經唔知有幾多人即係可以懂得越睇越多，越睇越清楚所謂呢啲西方嘅民主發生咩問題咧？所以當我哋冷眼旁觀，我哋其實好感恩咧，就係今日咧遠觀啊，真係唔好意思，我哋當剝花生就好，但係冇辦法，我哋都唔係好想剝花生，但係咧佢係有人示範咗呢個錯誤的示範俾我哋睇啦。而我哋點解可以能夠剝花生咧？唔好講笑啊，就係真係我哋一個好好嘅民生社會、安逸國家、安穩嘅國家，神州被上天祝福嘅。吉 Sir 就好深信，但係我哋當然被祝福之餘，我哋懂唔懂得去祝福翻人呢？正如嗰個所謂被選的民啊，選民啊，董王嘅助力之下咧，為人類所謂睇得清楚呢個更加明顯嘅就係所謂佢哋嘅民主自由咧嘅商標原則同基礎上咧，基本上就係佢就得，人哋唔得。咁你諗下啦。好啦，翻呢個星期咧就頭先講到咧，趙卓盈教授錄低嘅內容，其實繼續講落去咧，就係特別喺呢個對付伊朗啊呢件事嘅上邊，只管州官放火，就百姓咧就不能點燈，咁啊借用一個機會咧，就係幫以色列或者係以色列去自己消滅佢自己認為的危機，咁咧就為何可以成為世仇呢個歷史嘅因由咧，就留待咧從零開始或者更深入嘅吉 Sir 同你講，同大家分享啦。大美麗就示範咗一個民主如何崩塌啊！自我諷刺就莫此為甚，呢句咧就係趙卓盈教授掟出嚟嘅。自我諷刺莫此為甚啫，你會睇到董王嗰種所謂跨過議會，佢話就得啊，就 Greater America 咧一路都冇失敗嘅。Greater America 咧一路都係咧世界嘅警察、民主領導，但係你又睇到佢跨越或者係推開晒所有嘅國際法，退出咗聯合國超過60個組織，有30個咧
就即係退出咗60多個世界嘅組織啦嚇，咁啊有30多個咧係直接同聯合國咧有關聯嘅，通通都給我讓道，基於規則，就係佢嘅規則啊，唔係人哋公認的規則啊。咁你又睇到呢個董王究竟做緊啲咩咧？大美麗繼續做緊啲咩咧？嗱，其實唔係淨係董王係做緊咁嘅，大美麗不嬲都做緊呢樣嘢噶啦。不過咧，董王咧就唔再將遮醜布咧遮住啦，將遮醜布咧揭示開嚟啦。就算佢唔退出佢唔退群咧，其實佢都係，其實你可以咁講，佢就唔係行陰，佢係明眼。其實佢比起咧大美麗其他嘅領袖咧更加率直啦。你當佢係咪啊？即係佢都唔用遮醜布遮啦。其他嘅領袖咧，即係用遮醜布遮住，然之後背後咧使橫手，用獅字頭公獅，或者喺背後做其他嘅小動作。咁大家就明。所以當我哋咁睇嘅時候，董王最大嘅催化咧，就係幫咗我哋睇清楚大美麗究竟係咪大美麗，定係反過嚟係最污穢咧？戰爭帝國無可否認，屠殺平民，發動戰爭超過，即係由二戰打後啊，即係超過都唔知幾多單啊！如果講近嘅，無論阿富汗超過10幾萬嘅平民百姓又好，軍人又好，死於呢個阿富汗戰爭裏邊，其中有4萬幾嘅係平民。伊拉克一直以嚟到今天，超過90萬嘅伊拉克人淪為難民。咁你可想而知，喺一個呢啲咁嘅侵略戰或者係戰爭裏邊，最傷嘅就係平民百姓。就算今日嘅無論伊朗、以色列，或者再前啲嘅就係俄烏戰爭裏邊嘅烏克蘭、敘利亞更加啦，俾人打到稀爛巴啦。美國介入去嘅時間咧，敘利亞咧超過35萬人嘅死亡，1200多萬嘅人流離失所。至於急需人道援助嘅都超過1400幾萬。你諗下，1400幾萬人急需人道主義啫咩？食物啊、糧水啊。今天嘅敘利亞，遠古嘅亞蘭地，即係有時一個好靚嘅敘利亞，原本一個古城古國，今天咧已經沒有啦。所以當我哋咁睇嘅時間，究竟邊個係最大嘅世界唔好意思戰犯呢？大家就好明白。大美麗示範咗民主點樣崩塌之餘咧，佢個自我諷刺咧，董王嘅最大催化咧，大美麗嘅燈塔，俾我哋睇得更清楚。可能佢係最污穢、最不堪嘅，唔知你又點睇啦？咁你跟住落嚟咧，一上咧就我開完個題，講完個內容咧，就張毅教授嘅佢嗰種有感而發又好咧，我哋望清楚 Greater America 根本係一個咩嘅國家，咩嘅角度搞緊邊科，大家自然咧就清清楚楚，心裏有數。講多就都真係無謂啊！咁咧就一上咧就俾大家去睇一睇今天嘅 Greater America 所做嘅一切變成點咧？搞成點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作榮，又到咗每個星期同吉 Sir 吉老師香港信息科技界專業人士 MM 一起做嘅直播錄播節目啦。今日我趁住3天前董王不宣而戰，以強凌弱，講一下佢點樣出爾反爾，進一步促使佢嘅國家嘅國務院條約遵守數據庫，
英文係 Treaty Compliance Database， 成為咗一個典型虛偽、自嘲、自欺同埋極度自我諷刺嘅一個官方數據庫，以下簡稱為官方數據庫。美國政客新聞網講得好，董王無理侵略他國，事後先至羅織理由，根本冇辦法令國民信服。佢濫用權力，違背憲法同埋國際法，更加唔好講佢視佢自己嘅國會如無物啦。另一方面，我哋睇到西方嘅自媒體叫做 MAN 嘅主播，佢講得非常之好。佢一針見血咁樣指出，9個月前董王高調咁樣公告天下，佢派遣嘅 B2 轟炸機已經全部完成任務，將伊朗嘅核設施炸得稀巴爛，安全返航。如果佢當時冇講大話嘅說話，呢一次趁住與伊朗談判露出曙光嘅時候，白天偷襲伊朗，同時殲滅佢嘅最高領導人，根本係毫無理由可言嘅。因此，歷史點樣評價呢一個陷超級大國於不義嘅獨裁者呢？該國嘅官方數據庫儲存嘅聯合國憲章是否係要加上一個詮釋呢？並且將會點樣記錄呢一個謊話連篇、自欺欺人嘅國家領導人實際係一個獨裁者？佢點樣踐踏聯合國憲章？答案可能係乜嘢都找唔到嘅。點解呢？我嘅答案係因為呢個國家嘅偽善早已經將該國建立嘅規章制度遮遮掩掩㗎啦。以下讓我哋從公開嘅資料中比對一下呢個官方數據庫成立嘅初衷同埋目的，以及董王同佢嘅前任點樣響過去近10年以來嘅言論同埋行為，就可以睇到一個又一個恬不知恥嘅笑話一一展示響世人嘅面前。首先，根據公開嘅資料顯示，官方數據庫嘅目的主要係用嚟記錄同埋評估各國對國際條約協定嘅遵守情況。呢個官方數據庫亦都係外交政策決策同埋風險評估嘅重要參考工具。如果呢個講法係真嘅說話，點解我哋找唔到關於呢個國家嘅政府對干預東方大國嘅內政灣灣地區嘅任何書面風險評估呢？其次係呢個官方數據庫嘅數據覆蓋咗嘅範圍，包括收錄花旗國參與500項以上嘅現行條約，其中涵蓋咗軍控，例如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人權即係公民權利公約、環境即係巴黎協定等主要嘅領域，並且重點監控簽約國嘅履約行為。問題就係，亦都可以話笑話就係，董王去年退出66個世界組織，其中31個同聯合國有關嘅，特別係巴黎協定。咁樣睇返轉頭，係咪更加顯出所謂監控簽約國嘅履約行為係點樣賊喊捉賊呢？因此，互聯網上公開嘅資料雖然話俾大家聽，呢個官方數據庫有嚴謹嘅評估維度，但係第一個唔遵守嘅呢，就係當下呢一個狂妄自大嘅自己話乜都懂嘅董王。所以即使呢個維度又細分為3個層面，包括第一個技術合規性，是否完成咗各類法律嘅程序；第二個係實質嘅履行，是否落實咗具體嘅條款；第三個係違約記錄，響歷史違規嘅次數同埋嚴重程度。但係問題就係呢3個層面正正話俾大家聽，都係成為咗將董王釘喺歷史恥辱柱上邊嘅罪狀。董王嘅醜態百出，同埋官方數據庫入邊嘅笑話，真係罄竹難書。呢個視頻講到呢度為止啦。關於呢一個官方數據庫嘅實際應用場景、典型嘅案例參考等等呢，我會上載到去呢個
視頻嘅說明欄入邊，俾有興趣嘅朋友們參考。至於呢個視頻嘅文字版，大家亦都可以喺說明欄入邊找到相關嘅鏈接，然後通過百度或者谷歌搜尋加國明星多媒體平台就可以找到噶啦。請大家繼續支持廣傳吉 Sir 吉老師同埋我嘅香港識頻道，多謝大家，拜拜。歡迎大家嚟到吉 Sir 嘅頻道啊！早上提神，晚上安神。2026年嘅3月3號啦，轉眼又26年啦，農曆新年過啦，今日係元宵日子啊，係咪啊？元宵佳節，唔知大家你有啲咩節目或者點呢？